那第6讲是最强烈的、最有震撼的一点想象。至少有人不长进，对吧？还有，再上到第11讲的时候，就是最感人的一讲，因为要讲自己的情绪，所以不是说每一讲什么好坏，但是它都有它的特色。可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，因为我记得来这里不要跟你们演讲，为什么不演讲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在演讲？因为从卡内基的经验我知道，讲师在前面讲话都是没有用的。真正一个人要有收获、要改变，常常你们自己讲是有用。那我们如果是很希望我在这个20多分钟会有用，我就不要在这里讲。那我不讲，你们也不讲，当然不讲话不行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对，你看，卡内基训练是带来很多的突破，这个突破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这种功效？有的人的口技啊，没有，不知道。讲好的写8课，上完了我们没有花脑他自己没有的，天天晚上要应酬成年人请客，尤其是在起大之前那段时间，他给自己他的上课是过年期，他给自己的承诺就是要减重多少公斤，这个做到了，好不简单了。我们都没有教他们怎么减重、怎么改正、矫正的问题，他们自己做到。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强烈的意志力？以前自己跟我谈起什么讲，我还看过好多无论在新竹那个书店，我忘了是一个连锁书店，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提到他的故事，这个老板的弟弟吃槟榔，嚼槟榔，就是老板哥哥骂也骂过，讲也讲过，都没有用看是多么影响我们的形象，多难看。而且我们知道那一阵子是不是钱贵，槟榔贵，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吃槟榔？最后他自己上那个训练，他上课没有自己定目标，说我要戒槟榔，没有要求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戒。是早上起来要刷牙，嘴巴张不开，跟你粘在一起，开慢慢一吐。